大家好，中原地產 Oscar，而家同大家睇一個嘅迎翠半島嘅相連單位。咁啊入到大門啦，左手邊咧原則係一個廚房位置，而家變咗個儲物室。而左手邊咧係一個廚房，咁啊單位亦都做過啲水電啦，裝修過。咁出翻嚟客飯廳咧，咁一個相連單位啦，咁啊非常之大、非常之實用嘅客飯廳。咁我再嚟睇下客飯廳望出去嘅景觀係一個山景，咁啊會望到一個汀九橋嘅一個海景。咁單位實用面積係講緊1198尺啦。咁咪再睇下睡房、浴室嘅位置。咁呢邊咧係另一邊嘅浴室啦。咁喺個名廁，睡房方面咧亦都可以放到睡床啊、衣櫃啊。咁呢個咧轉入房，咁可以放到三邊落床都絕對冇問題嘅。咁啊景觀同客飯廳望出景觀一樣啦。咁咪再睇一次客飯廳嘅位置，睇埋另一邊。咁個單位咧相當之實用嘅。咁啊浴室位置咧業主咧都做過旗杆啦、名廁、水房同樣大細。咁呢邊咧會有個衣帽間同埋一個套廁啦。咁啊浴室，咁我哋睇下衣帽間。咁再嚟到主人房嘅位置，咁啊見到一個好長嘅梳妝台位。亦都可以放個三邊落床。如果大家對以下單位有興趣，隨時聯絡返我。拜拜。